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进入第7讲的共读。今日早起咱要来请淑清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天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听谈你的话语，求主求圣神引带阮，互阮有合一的心，互阮对人无成见，无论做啥物拢无偏心，求主帮助阮，互阮有纯洁的心，无伫别人的罪有份，互阮会当甲人甲上帝更好。阮安尼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接着咱要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是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17节，要读到第6章的第2节。要来请顺进长老来带咱大家来读。咱同心来听上帝的话。遐个熬伫你教会的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特别尽力的讲道，甲教师会搁较着安尼，因为圣经讲，牛在吞五穀的时，毋通甲伊挂牛喙篮。搁讲，工人应该得到工钱。控告长老的案件，若毋是有2个，还是3个证人，毋通受理。继续犯罪的人，就伫证人的面前，甲因谴责，互其他的人得到警戒。我伫上帝、基督耶稣，甲受选的天使的面前命令你，要遵守这个教示，毋通有成见。无论做甚物，拢毋通偏心，毋通随便甲人行暗手礼，毋通参与别人的罪，要保守家己纯洁，因为你的胃无好，常常破病。毋通简单啉水，嘛要啉淡薄酒。有一寡人的罪真明显，还未审判。就真清楚，有的人的罪后来才显露，亲像安尼，好行为嘛真明显，无明显的嘛看袂牢。第6章第1节，伫人的管辖的最奴隶的，就看家己的主人最堪得受充分的尊敬，上帝的名甲道理才袂受亵渎。主人若是信主的，毋通因为因是主内的兄弟，就无甲因尊敬。既然对奴隶的服侍来得到利益的主人是信徒，嘛是所敬爱的人，恁搁较着温群甲因服侍，你着用这个事来教示甲劝勉。以上。好，感谢。咱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已经来读到第7讲啊。前书咱拢总要读9讲。咱搁一解简单来介绍提摩太伊的背景。伊是特别的人，老爸是外邦人，老母是犹太人，叫做犹尼基。伊的老阿嬷外嬷叫做罗伊。伊提摩太出世的时阵，保罗已经差不多有30岁到35岁。所以伊差不多会当做伊的老爸。对于提摩太细汉的时，就伫伊老母的教导来学习旧约圣经。伊的老母的圣经嘛是伊的外嬷来教伊的。提摩太甲老母呢是伫保罗头一届旅行时，伊经过特别这个所在来信耶稣。保罗也称提摩太做伊上面的囝。提摩太的个性来当看到。算是较温柔疼心，嘛较认真细腻，伊嘛真巧，伊真诚实忠心，也真责任，也愿意委身伫上帝，总是伊的身躯较懒，所以伊虽望比保罗较少年，但是伊常常咱今日看到，可能是伫卫堂有毛病，根据教会的这个传统的讲法，保罗是互尼禄王处死殉道，
来跟我分享给伊是罗马人，所以用占头的。提摩太是伫尼禄以后的皇帝多米田，也是涅尔瓦大帝的手头来顺道的。提摩太伊的服侍是伫保罗西略，伫第二届西拉，伫第二届的传道旅程中间，佫一摆经过特别，所以信徒就甲保罗推荐这个提摩太真优秀，做伊的同工助手。保罗就为着提摩太来行各地做专职的同工，因为要方便互提摩太会当伫犹太人的中间甲因做伙。犹太人伊若甲犹太人做伙，若无行各地，伊是无要甲伊斗阵的。迄时提摩太诚做保罗上亲切的这个同伴，伊是保罗的助手，协助宣道的这个团队服侍。伊也甲保罗开拓新的地区的时阵，诚做保罗袂当人伫遐时阵的代表，做跟进的工作。等保罗坐监的时阵，伫监仔中间，提摩太也踮伫遐。虽然对监狱书信拢有看到这个提摩太的名，这种的属灵的父子关系将近有20担。保罗第3摆旅行伫以弗所停2年3个月到3年左右，提摩太也甲保罗做伙，所以伊对以弗所这个所在地区区业也真熟。提摩太前书经过7年以后，大约7年，看这个批示以后，提摩太也诚做整个以弗所所在的这个牧养的同工而且7年以后就是大概保罗伊训道以后。咱搁一届真紧来复习。第一章讲到保罗对以弗所的命令是出一听，是互福音会当健全，诚做教义。也讲到保罗伊的感谢，因为知影基督降世救罪人，也考劝提摩太为着这个话来真正迄个好的真正。第2章讲到基督为着万人，就是整个罗马帝国，也为着君王，就是尼禄皇帝。上帝通过基督甲人亲近，上帝通过人亲近甲会当得救，所以保罗来传这个真理。总是大部分人爱基督，毋通相济；有的人爱有智慧，用内在美较赢伫外在美。男人、女人拢会当来明白尊重这个权柄，互这个咒诅会当变做人的做咒诅会当变做是祝福。第3章讲到监督长老就爱向外接待人，爱教导，爱知影安怎真正。即事对来就爱对家己的家安尼一步一步来接受考验。长老即事伫上帝的家中也就是来将真理的招条甲根基拍好，就是耶稣基督敬虔的奥秘。第4章讲到信心有提醒，伫末期魔鬼的做工，甚至互人的良心进入伫白插。去阻挡上帝的美意，但是上帝的美意是用伊的话甲人的祈祷拢会当真做实。嘛爱提摩太来思想正确的教义，永远的活命，大家做伙努力拍拼，是为着永远的上帝。嘛爱提摩太教导家己做模样，毋通叫人看轻伊少年，就爱做正人的模样。特别是上帝话爱认真，嘛爱温存，爱专心，爱忠贞，爱持久，爱坚信，安尼才会当救家己嘛，救听苦劝的人。第5章读的就是对待兄弟姊妹的原则，就是亲像对待家己厝内的人一样，对待教会也是社会遮的弱势，爱知影遮的人因的责任是啥物人归伫啥物人。教会要照顾的遮的真正的弱势，就是年长的优先，有信用见证的优先，无伊无我的优先。毋通互敌人软迷的遮的把柄，嘛毋通拖累教会，互教会会当救济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所以昨个根据要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寡妇。咱今日继续看第5章的最后一段，治理教会其他原则。治理教会特别讲到长老这事遮当工做这事，搁做长老，而且这长老做了真好顺。就爱甲因尊重，嘛爱互因应该有的报答。特别有用到2句圣经的话一句是讲：得拖石磨的牛，毋通甲伊挂牛喙人
就是申命记25章第4节，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就是这个牛真辛苦，伊在磨这个石磨的时阵，嘛会巴肚枵，但是伊袂当停下来，所以可能牛的头压落，就直接食这个涂骹会当食的物件，所以这是讲这是摩西的律法，上帝和摩西的律法就讲，连动物在拍拼在辛苦的时阵，因嘛巴肚枵就爱运动，互伊有通食。然后保罗嘛会引用申命记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9节到11节，讲传教者伊嘛会当享受应该有的权利，但是保罗伊拢放弃。第二段第二是对路加福音第10章第7节，工人应该得到工钱，做工的得工奖。这句话是出自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保罗讲到，才会到地理教会长老，因真辛苦，嘛应该毋是甲因拍破尔，嘛应该甲因肯定，互因有这个报酬这个报酬，报酬就是指钱所以意思就是讲，在最上帝讲的长老，因对职事开始做到长老，然后对代职变成全职，甚至把因的时间拢伫教会中间，伫教会中间，而且佫是做到互人有肯定，到地理教会，所以上帝原来会报答因，教会嘛爱体贴因，因为因检采为着教会来牺牲、来打拼、来奉献、来付出。甚至伊嘛将伊的头路也辞掉，也是安怎？所以嘛爱照顾因，这个报酬就是指讲照顾因的家庭，照顾因的生活，照顾因的需要，甚至讲加倍的报酬加倍，就是讲应该比世俗的得到的更较侪。当然，这个是毋是讲教会就变做爱改法规，互甲这个长老拢爱拨薪水也是互因谢礼这集咧大部分拢是会讲到教会的牧者因为牧师嘛是长老，但是长老是代职，牧师是全职所以不管代职全职，重点毋是伫迄个报酬，重点是迄个后地理教会的牧师也是长老拢爱做甲有受肯定。不管教会有互伊遮的谢礼，有互伊遮的金钱物质的帮衬，但是圣经的原则就是上帝会加倍甲因祝福。第二个就是做无好，甚至佫互人跋倒犯罪的长老，这要安怎来处理？相当会分享。第三个就是当提摩太在处理有关这纠纷的时阵，特别已经是教会的监督长老、牧师出代志的时阵，安尼在选的时阵嘛爱真细腻。最后就是提摩太个人的身体爱谨慎注意，然后有一寡罪，也是不管是罪恶，也是好事善事，其实拢看会出来，无可能永远拢密条条。伫教会领袖中间，容易伫倒一寡代志来犯错，还是犯罪。头一个就是伫这个性的上面，可能好色，还是讲关系暧昧。第二个就是贪财，伫这个小的顶头无清气、无清楚。第三，就是诚实，讲话无诚实，虚假，无老实。第四，就是自高骄傲，甚至追求恋爱这个权，地条条的，所以这拢是领袖真容易犯罪。后壁这个7、8、9、10，就是第7届唔通奸淫，第8届唔通偷窃，第9届唔通做假干净，第10届唔通贪戀，你的厝邊的一切所有的。所以伫10條誡中間，其實也是上帝互咱的領袖知影愛特別謹慎的。第6誡以前的唔通殺死人，孝敬父母，着守安息日，才會頭前。這攏是較明顯的，對就是對，唔對就是唔對。但是後壁7、8、9、10，這4條誡，
其实是特别是教会领袖，若无一个根基泡好，检采拢真容易伫即个所在跋倒。但是咱若照起工，照即个根基一步一脚印，安尼咱才会当来赢过这个试炼。总是若万一教会即事伫遮个代志顶头犯错，应当安怎样处理呢？若是即事，安尼就有监督，才会监督长老，就爱来帮赞遮个即事，或遮个即事，会当知影伊是非，然后协助伊，然后互伊有机会，会当来悔改改进，安尼才会当继续做上帝工。所以就爱先暂停，互伊知影。但是呢，若教会长老犯错，应该怎样呢？检采，这就是伫教会长老甲长老中间，小会中间，就应该爱来慎重，来处理。长老就爱做伙来讨论，然后这个长老安怎甲伊考核。若是教会牧师犯错，应该怎样？安尼。伫咱现在制度，就是除了小会，嘛会当来禀报即个中会，互中会会当来了解协调处理，因为牧师是属伫中会，若是中会犯错呢，就来报总会，若总会犯错呢，安尼咱拢有即个总会、年会、大会，其实咱会当统计法规，所以才会层层的把关，就是互咱头前拢有一个。顶悬拢有一个 mentor， 这个 mentor 就是导师，也是讲属灵的监督，伊会当甲咱看讲，咱毋对时阵，才有一个会当做一个公正的治理哦。伫马太福音18章15、19、17节，耶稣有真清楚直接简单来教导，当人不管是兄弟姊妹、执事、长老、牧师，教会犯错时阵。的步骤，头一步就是爱去是安怎呢？当面来指出伊的错误，所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第二步，伊若唔听，伊若听，你就得到你的兄弟；伊若唔听，第二步找啥物呢？找两个人，还是另外找一个，带一个，还是两个人去，安尼才有两三个见证。因为任何的指控，这些摩西律法都要有2个、3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啊。所以第二步就是找证据，加已经是证人了，就是证据的意思。第三就是教，就是爱甲教会讲，互教会来甲伊教导，因为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有执事、长老、有牧者。会当来教导正确的真理，若是呢，教会拢去甲伊教导，佫毋听，安尼就是训，甲当做外人当做外人，就是当做外邦人，也是抽象的税率，所以去找教训，这4个步骤是伫马太福音18章耶稣所教导，伫遮个教会也好，羊群中间也好。甚至伫你遮中间，真实际的遮步骤甲关键，就是一步一步。但是针对咱在处理遮个代志时阵，处理有人失错的时阵，咱第一步就无行，第一步拢去甲别人讲，去甲啥物人讲，甲家己厝内底人讲，但是拢无去当面甲伊讲，所以这才是正确的做法。爱勇敢，用疼心讲实话，爱心说诚实话，才找证人。但是咱拢忽略第一个步骤，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会引起真侪更较大的纠纷。今日这段的圣经17、19、25节，讲到这高地理的长老，就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有啥物高地理呢？为什么善于领导呢？伫遮讲到2项事，就是伊伫讲道甲教导的顶悬，就是讲伊对圣经、对真理真认真用心，然后呢，伫传真理、传福音，教导伊也真特别努力。我想这个部分呢，是咧讲对教会内部，就是讲用上帝话来治理，用上帝话来劝勉，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
拢是会当照圣经的标准通过祈祷通过信心的做工安尼就是交伫你的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这个报酬就是指物质上所以虽望伫现主时教会制度无互长老用任何的金钱来做报酬，但是我想这拢是上帝会用这个祝福，用恩典还用上帝伊的方式来报答才真正交伫教会长老，所以咱嘛当看到这长老拢会伫因的事业，伫因的家庭，伫因的性命拢会伫看见上帝祝福。圣经讲的这话就是咧证明上帝讲做工的得公者就算一只牛伊的巴肚内当得到饱所以最高的长老袂枵巴肚做上帝的工嘛袂空空。第19节若有失错的长老就是甲头前的情形拄颠倒摆，无交伫你，甚至佫拖着教会顺安尼要安怎处理呢？爱真认真，爱寻找见证人爱有证据所以甲耶稣拄则所讲的18章，马太18章讲是同款。若无证据，免插伊，不必理会你就毋通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听到一个风声就规个拢吵起来然后若是真正有证据，20节就要公开来谴责所有犯罪的人包括长老、执事、牧师公开这个嘛是真值得咱学习咱若知影人犯错咱拢会私底下甲伊考劝甲伊劝勉然后就放伊去就放伊煞这个公开的谴责有伊的效果甲目的，为着就是要互其他人有所警惕有所警惕所以咱有时阵爱思考要安怎来互其他人学着教训教示这教训教示咱若无互人知影的时阵检测以后的人会佫犯罪所以像我若听到别的牧师安怎样跋倒还是安怎犯错甚至犯罪对我来讲就有一个提醒，但是我若无听到无了解而且佫知影讲这个人伊明明就犯错，结果拢无代志拢无要紧，安尼我是毋是想讲安尼我嘛会当做，我也可以如法炮制，安尼就是留一个破口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伫教会内底也是同款，在治理教会时若有失错双方拢爱来对簿公堂，然后真正有错的时阵就要讲清楚明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模棱两可当然有时阵会去互人感觉不舒服但是这是考验咱的智慧甲疼心。然后保罗讲伊就是安尼伫上帝基督耶稣甲天使面前欢呼你爱遵守这有一点就是甲咧咒抓这种的形式，不可在任何事上有成见或偏私的心。所以提摩太伫教会扮演的伊毋是只有执事长了，伊敢咧扮演一个议长小会议长就是咧处理这个纠纷人甲人中间失和的所在，嘛亲像伫旧约圣经中间摩西定伫咧处理这以色列百姓的代志，所以伊的长男叶特罗才会出一个建议用十夫长百夫长才会50夫长来倒处理这个代志这十夫长50夫长百夫长的因要紧就是因拢爱做公亲爱公正袂使有成见袂使你家己做立法院长家己佫有家己的想法你就是爱主持这个会议然后22节毋通随便甲人行按手礼毋通参与别人的罪拢爱保守家己因为你既然要徛伫这个角色爱扮演这个中立，所以上好拢爱保持距离不管是好的还是唔好的毋通伤过头的这个去歪一边去毋通大细心大细目因为等这拢会失去你的这个角色甲这个公正的角色。
30保罗讲你的身躯常常有毛病，这是写伫批中间所以全教会人拢知影。即马咱读着提摩太前书，全世界人拢知影。这个毛病伫和合本拄则台语圣经拢有讲出，胃无好，胃无好，所以常常治到常常破病所以不管是提摩太是胃溃疡，还是胃病，还是还是伊是咬紧张，还是这个歹消化等等的。保罗讲唔通只有啉水，嘛要啉淡薄酒来帮助消化。这个帮助消化这是现代中的译本才甲翻出来。但是伊的原文讲用淡薄的酒这个酒是啥物酒呢？绝对唔是米露嘛唔是 whisky 嘛唔是高粱，嘛唔是米酒就是迄当时犹太人耶稣在啉的就是葡萄酒红酒。有一寡人的罪是足容易看到，因早就受审判；有一寡人的罪是以后才看到，但是无要紧，上帝耶稣嘛会来审判。同款有一寡人行好，早就人甲伊拍破甲伊学了，但是有一寡人伊行好无人看到，无要紧，耶稣来寻，耶稣嘛会甲因报赏。以弗所书第5章18节，唔通酒醉，酒互人放荡，爱互信心来充满。所以当保罗伫加甲写这封以弗所书的时阵，伊就知影以弗所教会内面真侪人啉酒，然后啉甲酒醉，甚至酒醉以后呢，佫放纵家己，致到教会歹名声。但是保罗讲，要比酒醉佫较好的，就是互信心充满。迄个信心充满，比酒醉毋是只有感觉较好，其实是头脑佫较清楚，而且互咱佫较有勇气，佫较有气力。因为有人是借酒壮胆用酒来骂死家己，但是呢，信心互咱佫较有气力，有能力，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酒嘛当互咱得到讨白，所以酒佫爱开钱。信心是咱读上帝话，甲基督伊就甲咱同在但是呢，等来到这个提摩太，保罗在伫以弗所教会，即马提摩太人伫迄个所在，内底真侪会友，常常有继续在啉，而且啉过头的时阵，爱注意。但是即马是提摩太，伊足认真足细腻，伊拢无爱啉，所以保罗甲讲，你嘛淡薄啉一寡。所以网络上有讲到啉红酒的好处，葡萄酒保护心中，促进困迷，美容养颜，舒缓经痛，抗动脉硬化，预防脑血管性痴呆，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肺癌机会。这我想这是会当值得咱来参考，就是淡薄会当对咱有利益。伫旧年应该是去年伫班顶教会要服侍时阵要卖一块地要来起这块地咧卖迄个中介呢伊来处理时阵教会长老知影讲哎呀伊胃有毛病胃痛所以教会一位黄长老就甲伊介绍讲阮圣经拢有在讲你若胃无好会当啉一寡酒。迄个中介就讲伊拢无啉酒，他是滴酒不沾，无在啉酒的。但是呢，伊就半信半疑。结果过无几天，伊佫来教会讲，长老，真正有效呢。我就转去安尼啉一喙。结果迄天就有差。伊讲伊以前食足侪药吃很多的药，但是拢无即种的效果。竟然无想到讲，啉酒佫有即种的效果。所以伊至少迄个中介至少讲2、3届就是讲。伊听到这句话就去做。保罗佫讲，伊不要只有喝水，唔通干那啉水水唔是啉愈多愈好，特别有4种的人不宜喝水过量，心脏病、腰肌病、肝病、目睭青光眼。因为水呢，会互咱的血管的血液变多，会更迄个血压嘛会变较大一丝你若心中有毛病腰肌肝还是青光眼迄个眼压都会造成迄个血管的压力较大，特别是迄个肾脏腰肌病
迄个肾功能就是在过滤，你若水伤侪，迄个油脂伊会伤无匀，颠倒会引起即个水肿，所以嘛毋是逐项会爱看情形，提摩太原来真细腻，真谨慎，伊拢一直拼死命在啉水，毋敢去捌酒，伊惊讲可能会甲以弗所教会遮爱啉酒的人共款，但是呢，保罗伫遮嘛真很贴心，很小心，有没有科学的证明呢？总是咱毋知保罗安怎知影，但是今天的在科学嘛是会当支持保罗的理由啊。今日这段圣经讲到教导、领导甲教导的长老，甲这个犯错的长老，甲身体照顾，到管理教会的长老，就要加倍尊敬、报答因、感谢伊啊。所以伫教会体制原来有设一个名誉长老，这个名誉长老，就是真正互伊毋是用金钱是甲伊感谢伊对教会的即个治理啊。然后教会有争议的时阵，就爱有2个以上的证人，爱公开谴责，互人得到教示，毋通徛歪倒一边，就嘛毋通伫别人的罪有份。对身体照顾爱用知影酒会当消毒，嘛会当治病。然后所有罪以前拢有征兆可循，即个罪嘛袂永远惨掉。行好嘛是共款，等耶稣来时，伊会照公义甲咱审判。今日的金句是17节，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遐个熬治理教会的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特别尽力伫讲道甲教示的，搁较着安尼。The elders who direct the affairs of the church well are worthy of double honor, especially those whose work 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咱今日分享到这，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互阮看见教会的好甲歹，甲教会长老执事也是领导者有真密切的关系。阮为着家人教会过去拢有真好的长老，因为因伫做7岁时，就是真照起工来做，因对家己的家庭嘛有忠心负责，也互整个家人教会会当得到指引，到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兄弟姊妹，都会当受到上帝你的眷顾，也愿上帝帮掌管，阮拢会当最好的信徒来管理家己的家，有一日当阮在治理教会时，阮也会当照安尼来治理教会，阮也特别少年已经退任的长老因也是真辛苦虽望因即马退任，但是因犹原对教会贡献上帝你也犹原拢肯定，也愿上帝你加倍报答因特别阮伫失错的中间，阮伫软弱犯罪中间，亲像大笔犯罪时，也求上帝主动禁止阮的罪恶，也互阮当早一日来悔改，互阮当互相来提醒，互相来斗注意，互这个罪无继续踮伫教会内面也愿主祝福阮的身体、心、心灵拢勇壮，互阮的身躯得到利益，会当做上帝工，互阮知影做上帝工袂空空。愿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大家，感谢苏清长老、孙正长老，好，谢谢。